月了，伊1个月了，较1秒钟尔，较1秒钟就随拍这字出来啊，哪有可能？安尼啊，即句啊来伊较1、2秒尔，啊代表啥？因为这段话是复制贴上。嘿啊，正常人一句话上无爱等1、2分钟嘛，安尼拍字啊，结果伊拢有脚本的讲哦，如果那个对方跟你开始怀疑，你就马上复制这一段话给他。哦，那么可怕。伊甲拄啊，就是只老狗一样啊。讲那即句话啊，安尼啊，即句哦，即句了，甲间隔1秒就弹出这么多字嘞。安尼有没有代表讲你早就复制贴上好，要来甲人应对？你着爱有经验，哪知影无经？毋是啊，爱有情节性，才知影无。加厉害1秒钟就通拍1、20个字，用手机啊嘛无可能。来我问讲你敢有方便敲电话？电话就通知影讲你是真诶假？伊会讲无方便接，来我着用我语音我甲你讲我已经类似知影即种物件，所以我敢若用麦后边我无要用声，这伊就是。退出群组呢？为了搞买卖诈骗啊，建立群组呢，用 Messenger 的嘞，用 Messenger 了，来联络了呢。